主后2022年12月初9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谁会通显明主的大能？圣经，咱做来听读诗篇124篇到125篇。以色列就讲：若毋是上主为咱，人起来攻击咱，对咱发出受气的时，早就甲咱活活吞落去。大水早就甲咱冲走，大涌早就淹没咱，凶狂的水早就甲咱淹死。咱着称赞上主，因为伊无将咱交互对敌，拆者落腹。阮的性命亲像鸟仔脱离掠鸟仔的人的罗网，罗网破裂，咱得到逃脱。咱得到帮助是靠上主的名，伊是天地的创造主。倚靠上主的人，亲像锡安山永远坚固，袂摇拽。众山包围耶路撒冷，上主嘛安尼保护伊的子民，对即时到永远。小者的权柄袂继续管辖义人的土地，才免义人受逼做歹。遐个做好心正直的人，上主啊，求你恩待因。毋过遐个行歪巧的路的人，上主会甲因甲做歹的人做伙刑罚。愿和平归乎以色列。谁会通显明主的大能？谁会通显明上主创造天地的大能力？对旧约圣经来讲，伫弱肉强食的法则下，犹大国会通存在，就是咧见证上帝的大能。列王记下卷18章到19章记载，希西家做犹大王的时阵，亚述王西拿基立派兵攻打犹大。当当时，西拿基立已经征服以色列和周围列国，搁攻下犹大国的所有城市，只有剩耶路撒冷。亚述王开口要攻下耶路撒冷，袂输在桌顶年间，真正简单。伫危急的时刻，希西家披麻衫进入上帝的圣殿，搁请求先知以赛亚为上帝的子民祈祷。迄营上帝的使者进入亚述人的营中，杀死185000人。亚述王未战大败转去，反国后无偌久，就互家己的囝暗杀死去。伫亚述面前，犹大国还通徛在，就是上帝大能的明证。对宣教历史来看，教会伫19世纪会当伫台湾这片土地立足，也见证上帝的大能。1886年10月，苏格兰宣教师甘威林甲台湾中部大社教会的长老做伙到彰化传福音。因想买一间厝，准备做教会传福音的根据地。毋过，迄时的彰化居民强烈反对教会伫遮设立。只要长老和甘牧师伫街路伫行，就有人无按好意对因，甚至往因弹石头。有一暗，民众成群结队，摕火把伫甘牧师的住所外面大细声恐吓，
要驱逐因遮个传福音的人。当当时，本地长老压力大加得靠。甘牧师家己讲，虽然伊当时祈求上帝开路，毋过内心其实是感觉前途暗淡。起头个然亲像甘牧师预想的，官府的人对伊完全毋插。后来甘牧师大胆直创关灵的尸体真情，看到伊时，我有一种讲袂出的惊讶，一种一直的忧虑得到透放的感觉。原来这位关灵蔡仁祥8年前伫南部任职的时，捌受到甘牧师的帮赞，解决一场的官司。因为过去的争议，关灵毋但保证甘牧师的买卖会受到合法的保障，也维护伊伫中华传福音的安全。甘牧师伫素描福尔摩沙甘威廉台湾笔记这本册有记录这段经历，佮用诗篇124篇做结尾。换一句话讲，甘牧师伫中华宣教的经验，拄好呼应诗篇124篇的宣告，所以中华教会的设立甲存在，就是上帝带领的明证。无论犹太国的历史，还是台湾教会的宣教史，拢互咱知影，上帝子民无论多少，只要继续求叫上帝，坚信不疑，拢是上帝带领的明证。检采咱的教会人数无济，看起来也无真显目。毋过只要持续敬拜上帝，教会的存在就是上帝能力的展现。默想，伫这普遍无信上帝的社会中，教会存在实在是上帝的带领。伫这普遍无信上帝的社会中，教会的存在实在是上帝的带领。咱来祈祷，天父上帝，伫这个世界充满真侪邪恶、猖狂的势力，要攻击阮。感谢你用创造天地的力量甲智慧保守阮，互阮得到平安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